无仙果。准备，所有对着婚约的人拢以后啊。咱所问题竟然拢平破解，愈想愈唔甘愿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你阁有啥物办法？什么茶？好好。啉一茶啦。高贤啊，这阵换还阁增加水当当，我想啊。老爷，啊你毋是爱恁查某囝讲安尼装甲水当当，才有体面，安尼才袂互你失面子。你甲看，这几工啊你人无爽快，伊安尼哈尼阿嬷，阁装甲安尼水，啊来遮咧风台里，就看恁这查某囝袂歹啊。安尼有啦有好啦，有好啦。大哥啊，对细时开始哦，演起逐工透早爬起的时阵啊，就安尼装换水当当，啊来互因阿爹看，恁阿爹自然就欢喜啊，真少讲我有甜哦，万免食药啊，自然就好流流啊啦。老爷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哦每工家己装个水当当，互你足满意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爹，阿娘，辛苦一工啊，小丁伊煮宵夜恁食，我即摆就来去揣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要煮宵夜的时阵哦，你着安尼先，唔通用伤济，煮拄啊好才好啦。若煮伤济哦，食无完，倒去才会拍算，哎呦，钱歹赚，你知无？我知啦。对啦，欠才有底嘛，安你传哦。愈来愈紧，越愈好，我这个老好命。拄啊好。好酒。老富贵，喂，你中意啊？
你也来啊！你搁逍遥，早来祝生娘娘遮伫食伊的贡品。你哪有要讲？我是来遮找开讲的呢，一定无用啊！早爬早无法度通陪伴我，我唔知换成你遐济拍算无食就无食的，哎，有福动了，更加有福啊！我叫上给你听，啊！潇湘仙主甲田北新几来代志，你无叫过？当然啦，我哪会去袂记你啦？伊是啊，还债下还转世，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咯。那安尼潇湘仙主真嘛麻烦，你知影？啊，又搁麻烦，哈哈，真啰嗦啊！迄还债下还转世的心情，玩啊袂少呢，啊，干那拢干那用这麻烦的，有影？你若毋是，你家己看吧。地主和花姑祈求神明菩萨送回阿爹甲阿娘的分票，如果有啥物罪孽，地主愿意承担一切。好啊，这因老爸老母的分配是对着你哈，是安怎？这对对哦，该着阿某要求去走。哦，要安尼来就有麻烦咯，麻烦麻咯烦。就这个了。是本，要继续来看嘛。免紧张，外国头壳顶迄5记金门，还佫发动保护，暂时女救红还佫无伊反应。后悔过，既然你烧香求神，为何见到本前夫也唔下跪？你是？我乃是得道的成功，为你的好心所感动，要来为你找回你阿爹甲阿娘的分票。多谢仙公，多谢仙公。仙公，我阿爹甲阿娘即马到底伫倒位？你的阿爹甲你阿娘的分票被一个妖怪收去，你若是想要救伊，会有真大的危险。敢讲你唔惊？我唔惊，我唔惊，只会当救出阮阿爹甲阿娘。总讲迄地主浑身出去，我嘛唔惊。确实是一个好女。好，本仙姑一定助你完成你的心愿。多谢仙公，多谢仙公。无啊，安尼如果用谁变啥歹伊啊？哈？卢贵阳想要报当年一将之仇，而且伊要去食潇湘仙主的官司，安尼至少会当增加1000年的度日。呀，安尼伊哪唔下手啊？真明显，因为何下哥头壳顶有5记金头，伫咧保护，伊即摆当一个想办法要甲破解。呀，安尼伊若唔下手，咱先下手。来，导游，你跳咧，我助你一片主力，将伊消灭荡杀。你即摆意思是？可以烟消云散，永远别个麻烦。老清贵，你实在食愈老愈偏心。安尼又搁我唔对啊？潇湘仙主甲天北神君，因是要还来人间，毋是要人间享受。本来就爱还食尽人间的艰酸苦涩，历尽人间的重重的在意。安尼，毋则才体会出是非因果。对，安尼我老糊涂，我老糊涂啊啦！到底是行着路唔着路安尼啦？啊，他的成功讲叫人来这
惊就是啊，较输人着。我想迄个仙姑，伊嘛是会甲咱指点的啊。哦。对啦，小弟。这个仙姑讲救我阿爹尔是真危险的，这是我应该做。我分寸这几就无要紧，但不过我袂用连累你。你先回去好无？无喏，阿姊，虽然讲吼，我属地毋捌读过啥物书啦，毋过吼，我搁捌讲什么是忠，什么是义啊。你是我的主人，嘛是我的温情人啊。就算讲我为你死1000遍、10000遍，迄嘛是应该啊，对。小弟，好阿姊，你莫搁讲啊啦，卡出讲吼，你若袂硬要叫我转去，我即摆就写你的面头前。哎，小弟，你毋通安尼，互你对就是啊吼，回去吼。一个是孝女，一个是姊妹情深，确实是难。恁阁继续，点面就到。多谢仙姑，多谢仙姑。阿姊，这个所在足恐怖呢。无话讲，你爸母的魂魄就伫咧这个山洞内底，洞内的妖魔已经被本仙姑做了。多谢仙姑，仙姑，你心上指点地主，要安怎做才能够救阮阿爹甲阿娘分别？你用这条绳仔将你的金头门绑起来。多谢仙姑，多谢仙姑，多谢诶。仙姑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阮是要安怎入去这个山洞内面哈？请你讲指示一下好。恁出垃圾，洞门自然就会拍开。多谢嘿，多谢。不要，你搞，也是你较搞。不要，啊，这了烧香先祖的完成，至少会当挣到1000年的功力。啊，一个阮科先祖，上少嘛有500年。你看，安那分啊？我当时讲过要甲你分，你讲这什么意思？无非你是要独吞？因本来就是本王的掌中之物，我当然是要家己享受咯。不要，有些时你叫我你龙行对杀，但是我甲你解救，你早就焚烧劈杀。安怎？你即马是伫讨论真心？不是，是咱当初有约束伫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想袂到，你是遮尔无守信用。你相信？我从来都毋捌听伫魔界之中也有守信用的妖怪。你敢我安放？去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为着这日节哦，
唔知要害死世间偌济人，啊想袂到，逍遥九天之上的神理，也会为着这字情义，安尼拍落寒地，来伫咧受苦历劫。老青君，咱这摆是去救人较要紧。啊，对，关键就是这个。老青君，因两个人分别伫遮。我知。我你怎么在变三把牙？我因一了坚固，较袂定来找咱的忙。啊，聪明。因多苦。啊，无人做你。就这个人，我爱甲坚固一下，你若无，做你选啦。啊，这轮啊，我无安尼。免问啊济啦，你阿爹甲你阿娘分别已经甲救倒来啊！也这个所在哦，毋是咱久留的所在，咱就赶紧离开。小丁啊，小丁，阿姊，咱毋是要找老爷甲夫人的分票，啊，我若敢若拄困一醒起来共款啦，我嘛是共款。我敢若还有梦到一个老先生呢。老先生，啊，对啦，阿姊，迄个仙姑咧。我看咱赶紧离开这，回来去好。刘贵阳，我是相信诚意要跟你合作，你应该知影，只有咱两个人联手，才会当天下无敌。想袂到，你竟然出这口鹌鹑！无定到是我唔对，也讲我对你已经是真认主啊。敢讲，你也想要吞掉我的原心？你已经上伫我右面成功之下，我若是想要吞掉你的原心，迄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你放心，卡叔，我若是想要吞掉你的原心，我早就已经下手。无一定，你讲会对，贵界魔界应该联手合作。好啦，我就甲满头神主的原型扭你。等下。都是你害的！真会聊声，你讲。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华哥啊，你雄雄公公是安怎？安尼啊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夫人啊，你这是啥物代志拢唔知影？啊，拄则。啥物代志你惊尔知影？我嘛感觉真奇怪，拄则甲恁阿爹哪安尼戆戆神神，啊怎安尼困一醒，啊搁做一个恶梦，嘿，啊一个醒起来，啊头拢唔知影咧。哎呦，迄毋是恶梦啦，迄是山顶啊有一个妖魔，哎。哦，
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惊尔知影？阿娘，真是无啥物代志啦。总讲真是有啥物妖魔鬼怪，我相信是是咱倒地的啊。是啦，啊无就遐尼暗啊，你嘛好去好困啊。阿爹，阿娘，你较早休困嘞？你好，阿姊。啊，这个麻烦的工作啊，差不多要完成啊啦，还用轻松一下啊。有影，潇湘仙子啊，甲这个天碧青君阴晴入结，这两个伫这个人间啊，唔知结合啊未啊？这台看会清楚，照频道甲看，无可能遐尼顺。恐惊情海上好，会结随时袂过来。华哥，我过年。好姑娘，囡仔，你前两摆你甲我叫，今日哪你甲我叫？这是应该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咱拢已经是大人啊，应该较检点的。囡仔，咱自细汉就斗阵大汉，你叫我花哥就好啊啦，何必着遮尔客气咧？行，咱来去草药草吼。真实的，我袂当陪你去，而且希望你以后莫搁再来找我。囡仔，你今到底是安怎？安怎？华哥，我何建良虽然讲厝内面有较善食，但不过我的家世清白，我绝对袂当做出互人讲闲话侮辱阮祖先的代志。囡仔，你是讲啥？我啥听无呢？我咧讲啥？你应该家己清楚。我若是袂清楚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阿姊，你敢毋是讲要甲何公出去烤药草，安奈转来啊？我无想要去。你著讲好啊，是现在我去咧。我心情这歹，你莫讲我济啦，你出去。好啦，我出来，你莫阁生气啊嘿。哎呀，你死查我几日咧？你我目睭拢无咧看，去边？华哥啊，紧的，好消息，紧欢喜者，天大地大好消息咯！阿弟，是啥物好消息？那就这回啊，咱来消除迄个瘟疫啊！遐个官爷吼，非常的欢喜，叫师爷啊，摕这牌匾来送咱啊，写公同良相啊！伊搁在咧讲这个交给咱爹仔，可能是这个想咱的款。管女啊，交给咱是要创啥？我才不爱去。你哪会安尼讲一下？关老爷啊，伊安尼啥？交给咱，就是咱好气的呢。伊讲是祖先有灵有圣啦。大家都知影讲这回瘟疫啊，药方就是你开出来啊。你这么要交给咱，当然爱来甲见面才会。喂，师爷伫外面伫听候，你爱小准备者。我来接待人，较要紧吼。紧准备啦吼。阿弟，小民好态，带小女好花姑，叩见大人。免，请去。多谢大人，好大夫，请坐。哦咯，伫关老爷面头前，小民哪敢坐？唔敢啦。好大夫，你太谦虚了。对，好大夫啊，关老爷一向是咧言下事，我讲请你好大夫，你是老爷贵客呢，免客气，请坐。多谢关老爷，感谢师爷。客气。好大夫，即个讲原瘟疫成灾，假使讲若毋是恁爸囝专咧来抢救，施以济病，祝福乡里，这是本官百姓之福。
想袂到恋爱，年纪轻轻，阁有这么啊高超的艺术，确实难能可贵啊！哪有影，这是大人的褒奖啊！阿弟啊，啊，你厝内要创？不少啊，阿弟啊，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本县的名医何大夫，这位是伊的恋爱何花姑。何大夫，啊，李公主你好。不少啊，何姑娘，小姐哦，自细汉就放荡在外，唔知影礼节，请何大夫唔通见怪。哎呦，大人何必就安尼讲呢？阿弟啊，我来读书，我来读书。老爷，公主你要去因读书经，我就爱去陪他。吼，何大夫，何姑娘，我去陪，吼，去陪。这骹手遐尼慢，人老啊，办代志就是安尼愈来越是。我，水啊，我甲你讲，免讲，你还未开嘴，我就看了你的脑子啊。公主，你是毋去介绍何姑娘对不对？水啊，我的心思从来都唔捌瞒骗过你啊。我来讲，这摆何姑娘代志，你一定要甲斗3工。对哦，不过这空间吼，较困难淡薄啊。哎呦，拜托者，我的三分七遍已经去互何姑娘搞过去啊啦！哎呦，搞去啊！哎呀，公主啊，啊你若真是去爱着何姑娘吼，啊就甲恁阿爹讲，啊叫别人过家去讲亲，何家一定会答应。哎呦，迄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我即马就要甲何姑娘亲亲者啊！哎呦，安尼哦，好啦，公主，啊无我甲你想一个较好的办法。真是嘞。阿爹，你咧找我？啊，是啊，老爷介绍这去会见管老爷，啊，我要来去城南收拾，啊，就电话你小顾哈。是。对了，囡仔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者。爹，什么代志？你甲花哥是安怎样啊？无啦，哪安怎？你唔免骗。以前我看你安尼两个斗阵，拢安尼欢欢喜喜伫咧佚佗，啊是安怎样？即马那忽然间哪会说疏远？有啥物啦？可能是阮拢已经大汉啦，无应该搁亲像囡仔时阵共款，逐工拢黏斗阵。阿爹伫咧讲这段，啊不是讲，虽然老爷有较当生淡薄，但是也真照顾咱应该来治阮报悔。对花哥啊，阿爹啊，我知影讲老爷伊对咱真好，也毋过毋管伊对咱偌好，咱总是因兜的同工。孩儿即马认真伫咧读书，就是想讲要求取一个功名，互阿爹你过几年幸福的日子。阿爹是知影你真有志气，也毋过我即马是恁问你讲甲花哥的代志。阿爹啊，咱即马莫讲这件代志好无？好啦，我另讲再讲，我来去收拾啊。阿爹，你著较细腻的呢。我知。老爷，恁转来。小等先，花哥啊，唔是阿爹爱讲的啦。查某囡仔人就拄则你要去管老爷因兜，你讲这身的打扮，敢才是会看到就对面，唔知的人就是讲阿爹苦读你偌忝的，哈！以后爱小较注意咧，小等下哦，事爷因你要来，你紧去房间内面啊，也安尼小培训小抹热，衫换事啊，出来见人客，也嘛才会看到。阿爹，嗯？我袂装甲叮叮咚咚啦。哎呀，查某囡仔人装是生性爱装的，看对唔对？来，你听阿爹话，阿爹，我袂管事啦。哎呀，无有袂管事，慢慢啊来做就袂管事。好，来去抹一份，衫裤一记换啦，换迄处上水的。唉，这个查某囡仔生做哪会遮单纯啦？哎，建南啊，我问你，恁爸哪无伫咧药铺里去倒？老爷，阮阿爹去城南收销，
哦，好。我有搁有听人伫讲啊，讲什么你即摆认真伫咧读书，后来讲你要教人上京赴考，有影没啊？是。真好，真好。哎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主要哦，你若会当认真读书啊，后来一定有出头天。我讲，读懵读啊，你爱想讲恁老爸已经有岁啊，日时啊爱来加减啊斗顾店，暗时啊才输在你读啦，知唔知？我知影啦。吼，多谢老爷。阿姊啊，你嘛足奇怪呢？你看这衫明明足水的啊，拢无爱穿，拢要穿迄个白雪雪，还佫无花无草的衫。小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哦，我就上届无爱穿安尼花花啊，又搁叮叮当当。阿姊啊，你甲老爷去见迄个管老爷，迄管老爷是毋足威风，啊场面有大无哈？小小一个管老爷，哪有啥物了不起？阿姊，你是安怎想？我心情无好，你出去好无？我甲你洗就好。每遍吼，若甲你装个水水，你拢无欢喜，佫无介意啦。我要出来啊！好大碗！是啊，你讲出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好大碗。哦，好阿伯，好阿伯。哎，何必着安尼生呢？哎，算来是家己的人，你安尼生甲称我，草面受冻袂起哦。来，请坐。哎，对啊。我这请问你哦，今日来到寒舍，有甚贵事？代志是安尼啦，好公子吼，博览群书啦，兴趣广泛，就是为着你甲恁查某囝用迄个机方便药，将即个瘟疫甲消除掉去啊！小阮公子吼，听到即个代志，又搁对这真正兴趣。要毋过吼，三更过后来，查某囝请教一下你。是安尼吼。感谢公主啊！看得起阮查某囝。你既然若假是安尼想，我随时啊叫阮查某囝来甲你会面者。哎，叔弟啦！免叫啦，免叫啦！在座有你，甲我伫遮，因少年人若要讲一个社会啊，嘛较袂好。哦，我咧想吼，互阮公主啊，替你见恁查某囝，人因少年人啊斗阵吼，你讲嘛较会斗机。讲了。哦，听我的就无毋对啦。老爷，你叫我啥？对，哎，也就安尼先啦。你公主吼，对着这个医药这方面哦，都有那有兴趣。你咧甲恁小姐哦，参详这个药理问题，无当安尼先，你带伊去，知影无？知唔知啦？我知影。好，知上好，紧陪去吼。公主，请。安尼先做咁好，听我的就无毋对啦。阿姊，阿姊，原来你在这哦，我四界找拢找无你呢。好姑娘。阿姊啊，老爷讲叫我带这位公主来跟你讨论药理啦。不敢当，李公主，假使你要找我讨论药理，不如找阮阿爹。小女子对着药理，捌来实在无济。好姑娘，坦白甲你讲，我第一摆见到你了后，我就感觉你是全天下上介水的姑娘，所以讲我真系袂了讲，想要逐工来看你，想啥？来甲你较亲近者。你，请你较尊重一下。好姑娘，我讲的拢嘛是事实的啊！啊，
我无想要甲你加讲，请你随离开遮。好讲，好讲。无啊，你是什么意思哈？刚讲你要靠谁欺人，你快还我信。我，阿姊，等下去。好讲你，好讲你，好讲。你到底什么代志啦？讲你，你哪去？讲你。公主，刚讲你真是真介阮的支持。当然啦，讲你，你吼一定爱甲我斗相共，事成了后，我一定好好答谢你。不管你开出啥款的条件，我拢嘛会当答应你，好无？这嘛，安怎？讲你。啊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你有看头前迄间茶房无？有啊，茶房是要怎？你实足戆的呢，毋是讲阮阿姊无爱插你啦，我就找囡仔人做较保夹见效啊。咱若无，今仔暗时3点，我来找阮阿姊去甲你见面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你若不相信，准拄算嘛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你爱去哦，到时阵哦，你往后壁门入来，后壁门哦，我甲你开着。好，公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将来相依难忘。姑娘啊！李公主，你来啊晓？小弟呢无甲我骗，你真正来啊？我当然嘛爱来啊！自从吼见到你了，我的三魂七魄已经去你搞过来了。你真正足介意我啦？当然嘛介意你呢。就是讲，啊若无你，我都活袂落去啊！你刚才真好讲话啊！讲我无亲像你讲遐尼啊好啦，有人大家讲我是猪八戒呢。我猪八戒，哎呀，因哦，有救啦！你安那身躯有一款足歹味的。歹味？嘿啊！我是饲猪的啊！你饲猪的？我何建良虽然讲厝内面有较善良，但过我的家世清白，我绝对袂当做出互人讲闲话，侮辱阮祖先的代志。何建良，想袂到自细汉，我甲你斗阵大汉，你竟然这么无了解我，讲话安尼伤我，我看袂起我的人格。你讲遐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明仔我一定要甲你讲啊清楚。真是有这款代志？阿爹，孩儿读的是圣贤书，免来甲黑白讲破坏人的名节。迄天确实对孩儿做出轻浮下流的动作，所以孩儿毋才决定袂阁甲伊来往。奇怪，阿哥，是我自细汉看大，伊一向就是规规矩矩，哪会做这款代志出？真心难测，我表是看袂出来。即嘛孩儿敢若想讲要早日求取功名，自立门户，以后莫阁再靠因何家。何建良，进来，听爹讲，我出来一下。阿爹，我甲伊无啥物通好讲。何建良，你扑来了有够无？你讲我就爱拼天了，我当时对你做下流卑鄙的动作。阿哥，虽然讲你是个查某囡仔，也毋过你莫假做假当，事实摆伫眼前，囡仔就我承认。何建良，明就是查某人的性命，你安尼侮辱我，你会晓的。何建良，为着保我的名节，
我死互你看。华哥，有啥物话同我讲？有啥物好讲？我死互你看。华哥，你真难无咧做，你家倒我紧。你我死，为什么免罪？我应真来，华哥，你家倒我，华哥。华哥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华哥，哎呦，大哥，你安尼啦？大哥，哎呦，这个你是安怎不懂者？我嘛唔知影呢。快点，你讲我，我来去提警方药哈，对不对？大哥。我想我遮尔严重，参加保证，但代志安尼落去，我单单想要对夫人老爷喊我用我交代就好。你甲哥哥是自细汉就斗阵大，我相信你比什么人更较清楚才对啦。啊，你哪会要定来讲我歹话？你是去互当作啥？是去互鬼甲你提升啦？我无啦。你要讲强辩，互你甲你讲，不要你讲，你哪人啊强要死？你若早像你所讲遐尼下贱，哈，遐尼捌代志，伊嘛袂讲安尼有意思来表明伊的轻便啦。我嘛唔知影，也毋过你要跟我讲，你那个表囝的事嘛，若去背，咱嘛背不好考。山一起那云烟，等你一粒心受尽后煎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你敢拢无想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